好多顧客喺出邊試過咗好多嘅關節產品，都效果係麻麻地嘅，認為係自己吸收能力嘅問題。今日好榮幸邀請到喺馬來西亞擁有30年藥廠經驗嘅 Dr. Alan。有好多老人家咧誤解咗一樣嘢啦，就係佢以為我哋嘅關節咧就係消炎啦、止痛啦同埋保軟骨咁簡單啫。你愛變成你嘅關節好嘅情況之下咧，你要注意呢個5個點咯。第一個咧就係軟骨啦，第二個咧骨油啦，第3個就係骨嘅密度啦，第4個咧就係我哋嘅韌帶啦，第5個咧就包住成個關節嘅我哋嘅肌肉啦。呢個5個點點解喺外出嘅產品好多冇效咧？就係因為佢冇辦法喺同一個時間做好5樣嘢。我哋唯一一個可能性咧就係將呢個嘢變成2個產品，一個咧喺朝頭早你用嘅時候咧就可以幫你消炎啦，減少關節嘅傷害啦，又可以強化你嘅肌肉。咁夜晚咧佢幫你咧修整嗰啲之前你整壞咗嘅地方，同埋咧好弱嘅地方，你唔夠營養嘅地方咧，夜晚佢又幫你補充翻。呢2個加起嚟咧，佢先至可以做到我哋講嘅完整嘅5個點。解決咗之後咧，佢真係先至可以真正解決你關鍵嘅問題，唔係你而家喺外出睇到嘅1到2樣高效嘅產品。所以呢個補骨療程佢係一個完整嘅修復方案咁樣啦。係，我係江仔，堅持以誠信經營補骨療程，唔會為咗賣而賣。點擊影片下方發送信息，1對1教你如何正確服用補骨療程。而家仲有做緊限時優惠價，我係江仔，你嘅健康我為你操心。